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14节到第24节。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17节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复活。复活不只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，更是上帝重要的应许。在以西结先知书的预言当中呢，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看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第14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。我们就读第5节到第10节，要告诉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对他们说，我要吹一口气进入你们里面，使你们再活过来。我要使你们生筋长肉，包上一层皮。我要吹一口气进入你们里面，使你们再活过来。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于是我遵照上主的命令说预言。正说的时候，我听见了瑟瑟的声音，一阵骚动，骸骨彼此连结起来。我看的时候，骸骨开始生筋长肉，包上一层皮，但是躯体没有气息。上主对我说，必朽的人啊，你要向风说预言，告诉他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吹进这些躯体，使他们活过来。于是我遵照上主的命令说预言，气就进入了躯体，躯体就活过来，站立了起来，他们的数目多到足够编成军队。上帝应许赐下复活的生命，让人在绝望的当中有盼望，正如同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样，让在失望绝境当中的人们得到盼望。如同我们在之前分享的，当以色列人看到了埃及的追兵来到的时候，他们都觉得没有盼望了，他们甚至是失望至极，因为后有追兵，前面却是红海的阻隔，完全没有路可以走。因此他们甚至还埋怨上帝说，圣经的记载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之地吗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送死呢？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？我们不是在离开之前就告诉你这事会发生吗？我们告诉过你，别管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就好，做奴隶总比死在旷野强吧。但是当他们真的在上帝的指引以后，又往这个看似死路一条的红海走去了，当摩西的手杖击打了这个红海的水之后，水就开了，以色列人走在当中，这个刚刚还是满满水的红海，两侧可能就是海水高涨的水墙。他们走在这个期间，心里一定是胆战心惊。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享受着上帝救恩的一个过程。在绝望当中，上帝也赐给以色列人以及约书亚有相同的经历。在大部分的以色列人看为不可能的时候，
上帝要他们扛起了约柜，踏进了约旦河中，使他们再度的经历到过红海的神迹以及恩典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上帝要这一群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有更多的信心，因为上帝要那一些扛着约柜的祭司们，脚必须要先踏入在急流的约旦河当中，才能看见约旦河的水是分开了，才得以踏入约旦河底，经历那过红海的恩典。圣经这样记载，约书亚吩咐人民，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因为明天上帝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。圣经记载告诉我们，当时候是收割的季节，河水高涨湍急，看起来却是没有盼望的。约书亚又对着以色列人这样说道，然后他就吩咐祭司们要抬起约柜，走在人民前头，他们一一照办了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，今天我要使所有的以色列人民都尊崇你为大领袖，他们会看出我与你同在，像从前我与摩西同在一样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们，在到达约旦河边的时候，他们要走进河里，靠岸边站着。于是约书亚就对人民说，起来，来听上主你们上帝的话。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赶走迦南人、赫人、西魏人、比利洗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。当全世界的主宰上帝的约柜在你们前头渡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永生上帝是与你们同在的。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族的当中选出12个人，每个支族1个人。祭司们抬起全世界的主宰上帝的约柜涉水的时候，约旦河水会停止流动，上游流下来的水会汇集在一个地方，成为一道水渠。那个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，河水高涨过两岸，于是民众就把营准备过约旦河，祭司们抬着约柜走在他们前面，祭司们的脚一入水，河水就停止流动，上游的水就在撒拉旦附近亚当城汇集一道水堤，下游流经死海的水就完全被切断了。于是民众就都从耶利哥对岸附近过去。当以色列民众走过没有水的河床的时候，祭司们抬着上帝的约柜，站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，等所有的人民都过去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是上帝的权柄，是上帝高升的谦卑至死的他。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为的是不要展现一个单纯的神迹而已。上帝要将平安赐给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人。复活的神迹就是赐下平安，因为复活后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对人说的。圣经记载说，他不在这里了，照他所说的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你们过来看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
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会再见到他。要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话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，又惊讶又欢喜，跑去告诉他的门徒。忽然，耶稣在路上出现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就向前抱住他的脚来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。要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到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。”主赐平安，是我们在经历复活恩典之后所要领受的。我们就不再惧怕困难，也不再担心黑暗。诗篇118篇，我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子民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呼声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地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，为我开启圣殿的门。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一块石头，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奇妙。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庆祝。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了复活的恩典。而不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，也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，都能够得到灵性上的复活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